好啦，又继续来看这天公伯啊，到底什么时阵才要互咱充足的雨水呢？来看今仔日明仔载，因为吹东风的关系，所以这个落雨是集中伫个东半部甲大台北山区。啊，若欠水的中南部山区嘛有机会，搁来落过头的阵雨。特别关心的是后礼拜日是华南分河区的所在东平，全台湾拢有机会来落雨。也毋过这两波的雨势对台湾的打花是毋是有帮助？爱搁观察。 民众摕来炸日头的线，真侪人希望会使改造来炸雨的。因输理至风台里真远，拜五落雨主要以风头面为主。伫东半部大台北山区、北部地区、中南部山区，轨道拢有机会落雨。若是要较大的雨，爱等礼拜。到时阵华南分河区刷去东平，全台湾拢有机会落雨。降雨的区域是以北部、东半部会有一些短暂雨。 中南部地区主要是以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，那平地下雨的几率相对没有山区那么高，不过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。这摆落雨敢若会落一天，后礼拜二、拜三天气阁会变稳定，雨加在后礼拜四阁有方面落南会阁落雨。不过若是要解除中南部的苦旱，难度真悬。 基本上移动的速度比较快，影响的时间大概是1天左右哦。虽然会带来一些降雨，不过影响的范围或者是雨量的大小，可能还要再看后续最新的预报资讯。气象局表示，自2月份到4月份春雨较少，即马就敢若使等梅雨季，台湾才较有机会会使解除苦旱。